影圈即係嗰陣時都可能未有咁過分啊，但係而家越嚟越嚴重，所以而家係逼到係冇辦法，我哋一定要係一齊做一啲嘢先。現場嘅情況就有啲人咧就已經我哋有幾位代表咧就入咗差館裏邊，咁同佢哋開會，即係同呢個警察局開會。推入咧。因為我本身咧就一路都有經理人公司嘅，即係無線電視，咁所以好多嘢咧就唔係我自己本身面對嘅。咁包括我以前咧就萬能公司啦，就阿李修賢先生啦。咁當然我知道其實係有好多麻煩嘅。而家情況就好似70年代我哋喺台灣拍戲咁，即係要演員咁就攞住唔係西瓜刀，攞住武士刀咁啊夾人啊去講啊咁。我3年前初入呢個電影圈，即係嗰陣時都可能未有咁過分啊，但係而家越嚟越嚴重，所以而家係逼到係冇辦法，我哋一定要係一齊做一啲嘢先得。電影界嘅幾個代表同警方開完會之後，